Hi 大家好，好耐冇拍片，咁其實我哋拍咗好多片，就真係太忙，完全係冇時間去做剪片。我哋搞緊 coffee shop，咁啊嚟咗台灣5年，好多嘢想講，一直都冇好好咁整理。如果 coffee shop 有個時間嘅拍條片，咁啊其實每件事我啱啱喺度諗，真係好大。生仔創業塌火，失業咗之後呢，又要再創業，咁啊呢件事係唔簡單嘅。今日見到嘅新聞就係 Meta 炒人啦，自己大話都10幾年前開始去做廣告公司啦，見到哇，即係最大嘅龍頭，哇，因為 AI 嘅出世炒人，真係有啲撳足。鋪頭呢就係老婆搞嘅，其他事都係我搞噶啦。AI 幫咗好多，咁但係今日見到嘅消息就係 AI 出現，令到 Meta 決定炒咗佢啲人，因為要精簡人手。AI 可以做嘅嘢實在太多，我相信好多人都用緊。呢1年嘅時間 AI 應該轉變咗好多人，包括好多日常生活嘅幫助啦。尤其是我哋呢啲 one man 創業嘅人呢， AI 真係幫咗好多。隨之而來嘅後果就係人力嘅需求係越嚟越低，所以好感觸，想嘗試 update 一下大家嗰個情況係點。如果有興趣嘅就留言話我知，盡快拍一拍我哋呢5年嘅內容。我哋仲喺度努力緊，依家已經係夜晚10點幾，小朋友瞓覺啦，我都快啲整理下電腦嘅工作，早啲休息，晚安，拜拜。